拿这么大，拿到之后像老师一样，双手把粘土先拍一拍，压一压。好，在这么短的时间，你已经完成一个安平的守护神剑师，做2个、3个都可以，带回去就是一个安平的守护神剑师出现了。好，这就是我们来到这边推广剑师，很多小来到台南安平，除了看古迹、吃美食，现在还多了一种新玩法，就是动手 DIY 来玩陶。而引领这股玩陶风气的灵魂人物，就是在安平推动陶艺文化已经超过10年的宋建成老师。出身陶瓷之乡莺歌，从小就在陶艺的熏陶下长大，因为求学的缘故来到台南，后来更选择在此创业。虽然离乡背景，却也在台南安平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当初在国中要读高中的时候，家人说你去读电子资讯科啊，或者电机啊，当然那个都是那时候最夯的啦。后来我会读一个最冷门，就是因为我爸就跟我说，那个以后出来一窝蜂都做一样的，要不然我们家就住在这边，你就读一个跟陶瓷产业有关的。后来我也是因为他的建议，我去选择陶瓷艺术。那因为我是第1届，所以在学校所有资源上，它是新的学校，很多资源都还不是很多，所以因此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跑去莺歌老街去跟他说有没有可以让我学习那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打工一样，我6日就到人家的工作室去打工打工的过程里面就发现哇，还蛮好玩的。从事陶艺创作，今年迈向第16年。16年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台北县莺歌那我选择了就读莺歌高职陶瓷工程科。那因为我是第1届毕业生那我在那一年进去之后，我也不晓得我未来我出来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去读了一个属于在地特色的一个产业，所以我就选择那边但是我最大觉得不一样就是我在高2的时候，学校竟然有一个师徒制，让我们去拜师，让师傅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跟选择我们想要的彩绘、拉胚或不同成型技巧的老师。那我选择做茶壶的吴国荣老师，跟他拜师。那拜师过程每个礼拜3就是下午要坐的车去他们家，就像你们所知道一样，到那边就帮忙打扫3跪9叩拜完师之后，就在高3那一年把这样的技术学会之后，我们高中就完成这样的一个陶瓷的基础。那后来因为我是拿到陶瓷的1级证照，保送到南部大学，后来我就来到南台科技大学，我读的是化学工程科。那在读化学工程科的过程里面，这个不是我真正很喜欢，因为在读的过程每天当然有一些原料配置但是我想说如果有机会我来玩陶艺，因此我就在大学期间成立一个陶艺社，那一路就跟别人不一样，开始把陶瓷的基础从高中带到大学来那也带了很多同学来到邻近的学校、国小、幼稚园去教小朋友，那让我知道觉得南部是可以来发展陶艺的。一般陶艺制作要经过炼土、塑形、素烧、上釉及釉烧等阶段。塑形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捏陶与拉胚，需要熟练的技巧才能塑造出完美的作品。这个非常难，就是这边有的时候我会憋气，我呼吸会抖动。接下来你看上面的顺序都很平整，手也别再搓，要一鼓作气做完起来之后手要放平稳之后，手拇指一手在内一手在外，事实上是腾空。你看我手从大腿上滑动上来，很多人到这时候已经歪七扭八了，所以一定要慢慢渐进。这个东西现在是土坯放到里面去烧，就整齐摆在里面。摆完这个高度之后，看看这个高度有没有达到我们要的高度，把它固定一个角柱，这样，所以你看我一天上班会换大概4套衣服，就是这样，因为都要在这么炎热的环境工作，这个东西都还不是叫苦，因为这个东西是乐在其中，好了，这一层可以的时候，我就会准备在第2片板子，把它再放下去，放下去。放下去之后，这个里面就是有第2层，像冰箱一样多一个高度。有了高度之后，继续就把客人要的作品，这都是土坯，再放进去里面去烧。放完的过程里面，包括这个是养鱼的鱼胶，这是鱼柱的家，就这样放进来。它就照程序把它叠满，所以一个窑大概可以叠快30几件作品，就是这样。客人会指定他想要的颜色像这下面说我要红色，那我整理好之后就把它放在我们转盘上，就
校正。好，校正好之后，确定好就准备好我们的釉药，它上面就会堆叠红色，逆时针、顺时针，均匀把它喷。上釉时，釉料的研究、开发、调配等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同的釉色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变化，影响到作品的色泽、亮度及饱和感。最后在摄氏1200度以上进行釉烧，胚体在经过高温烧制后，质地会更完整，而且釉料产生变化后，也会呈现更瑰丽的色彩。烧陶的每个步骤都需层层把关，火候上的拿捏都是要经过再三的测试，才能烧出一个完美的作品。早期啊，我最常玩的就大概是爆裂了。爆裂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每个作品上面都是裂掉的。但是这些裂掉它不是坏掉，它是故意做出来，很多陶艺家是做不出来的。在做的过程里面，你就发现这个是摆在火口不一样的位置，我摆这样，火一直吹它，所以这边就变形了。变形越自然，它越古朴。所以很多花道老师、茶道老师希望借由这样来当他的作品上的茶席上的一个小品，就会特别来跟我说：“宋老师，你再多做一些这种大地裂、这种爆裂，让我做收藏。”那我早期都是大概以难度都以细口瓶为主，这个难度越细，难度越高。到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控制好，脖子马上就断掉。所以我早期有一系列的作品都是以这种细口瓶系列来延续。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安平最有名的天目，天目就是天上的天，目。这很目光啊，但是这个就是一颗眼睛的意思这个是用3氧化2铁去烧出来，所以它烧出来都独一无二。在烧的过程里面，这个如果今天这个里面铁加的比较多，这也是一个磁铁，它会有吸附，它会粘住。所以它是重铁。很多女生买这回去，它会释放铁离子。那这些东西是让作品就是在上面呈现它的温润感以外，把这个铁质藉由高温的一个技巧变化把它烧出来。所以很多没有烧好，整个都是全黑，但也烧的 OK， 它上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肌理出现。这是去年到现在在玩的一个比较觉得蛮有成就感的一个变化性很高的一个作品。这个叫做柴烧壶，这每把柴烧壶就越磨越使用会越光滑越漂亮这每把壶都是手工做的在做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试了很多台湾的土，比方说苗栗的土、大甲的土但是烧完都发现台湾的土温度比较低温，烧太高温它容易起泡，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就会买我们中国大陆的或是我们的日本的土回来做配置过程，你会发现温度加的越高的高岭土在里面，或是氧化铝在里面，它可以承受温度更高。那这种壶在我们正常在使用上喝的水会比较甘甜，比较软水所以这把壶这种呈现的方式都是以手工的方式来做。做完之后，很多消费者来或者是我们的收藏者来看到，今天这把壶的落灰、火纹或者它肌理不一样，他就会选择这样做一个收藏。宋老师的作品主打平价实用生活陶，生活陶就是跟生活很贴近的陶艺，着重实用性。所以仔细观察宋老师的作品，设计简单低调却质朴，保有手感的温度，让每一个作品各自呈现风格独具的风貌。我最主要是希望说每个做出来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重量、一个质感跟一个肌理。所以每个作品我们不会有第二个长一模一样比方说人家看到杯子2个就会摆在一起，它2个都同个时间拉，但它摆在火的不同地方，烧到的味道意境就是不一样靠近火的地方烧出来会自然落灰，或者上面的这些肌理会比较有它的光泽度这个就比较古朴，放在比较后面。所以我们希望这样让客人拿到的时候能感受到作者的用心跟他当下所呈现的一个氛围这样。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宋老师你不是去做一些艺术的东西？那当时我才27几岁出头的年轻伙子，如果做那种艺术的东西，一个做完可能要累积一个量，要到文化中心或者一些展览去展览。但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资历还不够，如果做那种东西单价太高可能收藏者觉得我们年纪还太轻，那个意境要传达会比较弱因此我都以这11年来大概都是以生活周遭看得到的这种器皿为主。那在做的过程里面，可能结合一些造型你结合一些雕塑，把它复合在里面，变成我们实用的一个器皿这样。其实在刚创业的前3年，即使店面是开在人声鼎沸的安平老街，收入却始终不稳定，他也曾一度想要放弃。就在此时，社区理事长拿了一个安平壶来找他，
也开启了它与在地文化的连结。在2007年的时候，这边社区营造就是这边的发展协会安中社区的理事长，有一天来找我说：“宋老师，我们的地方在那个哑巴面那边安中社区挖到这么多这种安平湖，我一看到这个，哇，以前的先人怎么那么厉害，怎么会做这种造型？后来经过理事长跟在地的一些文献的给我一个探讨之后，原来郑成功的时代就跟着这个容器来到台湾啊，后来去探究，里面发现它的成分竟然有装药材，有装酒啊，也有发现在热兰遮城挖到的里面都有硫磺，有一些火药的成分。原来这个东西就是郑成功那时候的火药品、国姓品因此就开始教居民在短短2个年内教他们怎么去做这一个一个的安平湖。第2年我们做不一样，我们就把这个安平湖做成2倍大，2倍大之后把门牌号码，你们家的门牌号码写在上面，写完之后把它粘在你们门外。一粘上去之后，发现这户人家说你有门牌，我也要，所以很多居民本来没有参与的都出来参与。所以你来到安中社区就看到一条湖巷，安平湖的湖，巷子的巷，湖巷就在那个巷子诞生了。那诞生之后，居民就很骄傲说，他们巷子里面的门牌是他亲手做。只要游客来到他家，就跟他讲，这上面的剑师安平湖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就把这样的故事讲给游客听，游客就觉得很有趣。那因为人越来越多之后，理事长有经费，他说那我们不如做一条巷子，上面写一些安平的谚语、俚语都写在这上面。写完之后，那个湖巷就更完整、更漂亮了。隔壁的社区理事长在海头，丁理事长说：“宋老师，我们也挖到这个一模一样的安平湖，我们今年社区营造有经费，我们要做这个一模一样的。”我说别的社区已经做过，我们不要做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要不要来做不一样的东西？我就问理事长说：“你们社区有什么代表性的图腾？”他说：“我们安平有很多古代的剑师，每个都连在门楣上。那因为那些房子有的太老，就要拆掉。然后我说那很可惜，那我们来富裕剑师。所以海头社区的理事长那一年就整整教居民怎样去做出一个复活的剑师，每个剑师都是不一样，额头上都写上他的姓氏，比如他姓丁写上丁，而东城写上城，七星剑的地方不要画这些格子，我们把门牌号码写在上面。那写完之后发现粘在门楣上，粘在自己的家里面更有象征性，就像一个信箱，像一个门牌指示方向。整个社区就在这边，在短短的4年内做了400多片门牌。就用这样陶瓷来呈现出来。所以我来到这边就找到这2个是我创作的一个来源跟一个养分。所以以这个为我创作，因为我早期还没参与这社区营造之前，会做的东西大概跟全台湾一样，莺歌、水里蛇窑、高雄美容都是产陶瓷、锅碗瓢盆这些实用的为主。但是来到这边玩上这个图腾之后，就把在地的故事结合上去。这2年内我们在富裕这个，这个叫做风师爷。那风师爷就是我们就是很多屋檐上会看到的一个石狮子，上面做个瓦将军，手持的弓箭射向东北方，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个富裕。那富裕刚好搭上这一波，刚好这边有一些经费，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把它传达出去。那这边有很多社区也因为知道这风师爷有在地的图腾故事，他会希望说，每个爸爸妈妈他们就亲手来到这边来捏、来柴烧、来亲手做啊。有的这个风师爷上面你看到这样是一个。这只风师爷早期找到的时候，刚好房子快准备要拆掉之前，我就跟屋主说，这只如果可以让我收藏因为我本身是在地的文创业者，那让我收藏之后，我会把你的故事传达给大家知道。所以那个业主就跟我说，这个是一个年轻的风师爷，他靠近风方向有点偏掉，所以他牙齿都还在。早期的风师爷都已经风化掉，牙齿都掉光光了。屁股后面有个洞，每到东北季风的时候，风从这边进去之后，风就是屁股嗡嗡嗡的作响，作响代表可以准备去捕鱼。所以他把这故事传达给我。他说上面这个狮子是早期这边是有一支弓箭的，那弓箭因为长期风化，弓箭就掉了。但是他有他的一个氛围在这边射向东北方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验圣物。那这个验土他也跟我讲，我拆下来的时候不小心，因为粘在墙壁上粘太紧了，拆下来屁股这边脚都断掉了回来我就把它补修，让这个风师爷呈现更完整。这样我就称为他们是安平的3宝，让我找到资源，找到机会。这样因缘际会跟安平的复苏剑士运动走在一起，不仅找到了着力点，也因为在地文化与陶艺的结合，让更多人喜欢陶土艺术，更让宋老师获得莫大的成就感。
而一开始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玩寻找剑师，当作激发创作灵感，无心插柳的寻宝游戏，居然在老街发酵了起来。我们的安平巷弄内来寻宝。寻宝之前，老师先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主任呢常常带同学来这边看看我们安平的古迹。之前，我们现在在推一个安平剑师小旅行。小旅行就是你今天来到安平，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这些任务。那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是9方格，里面都是我们安平最有名的剑师，每一只剑师都100岁以上了啊。这些剑师有的在人家的门楣上面，有的在巷子的转角处啊，上面都有标示他的名字。我手上拿一个好赞的一个，来，我们走这边。这个是以欧家他们自己做的一个金光剑师在那边一个在地图腾所以待会你看整个安平有数百个剑师，每一只没有一模一样的。郑成功就是在1624年那一年进来台湾之后，赶走荷兰人，赶走了之后，士兵留在这边，在操演的过程里面，拿盾牌有拿宝剑，就知道这是军人水军的家，因此家家户户就把盾牌跟剑挂在门楣上，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变我们的守护神这是剑师的由来。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这边走，接下来要带你去看几只古代剑师几年来，他与安平特色店家异业结合，以互利互助的模式推广安平文创小旅行，在陶艺创作之余，当起了导览解说员，带领着学生走访安平大街小巷，说着剑师故事，介绍剑师的特色，寻找隐身在老巷弄的剑师，让游客们来到安平不再只是走马看花。来安平大概我们观察这2、3年都发现它的来参观的人数越来越少，有降低接下来之前在2年前，因为地震登革热事件，让这边有一些就是店家都发现说整个大环境都改变了。那大环境改变不是我们不好，是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没有更多吸引他们的地方，他可能要选择更多的不同的商圈去做一个体验。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些客人对我们过去的支持，所以我们想说把它变成一个套装的课程。所以来到安平，我今年就是慢慢把安平的活动结合了，比方说有地图。把地图结合在里面，来到这边有几个代表性的点，大家会觉得它是私房景点，专程来找，按图索骥走到这边。那在找到这边的时候，每个店家会就是非常的迎宾，觉得你来到这边，我一定要把您当成我们的贵宾来跟您介绍我们的特色。所以我们借由这样地图，让大家可以来寻宝。那寻宝过程里面发现，我再把安平的剑师如果结合在里面，变成一个游戏，那大家就会想说，这个游戏没有玩过，想要来体验。因为来安平，你可能把车停好，从步行从老街进来，逛到好，可能回去这样就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把活动结合在里面，还可以让他多停留。多停留过程里面，他会得到这些讯息。为什么这些剑师在这安平的特色是什么那他去找剑师的时候，周围有一些店家也会跟他引导一个方向，跟他说这些特色在我们家的门楣上的剑师的故事意涵。所以来到这边，越让在地的人去传达他的故事之后，消费者就会多停留。那停留，当然这些店家就会有受益，会得到更多的资源进来。那因为办了这些活动，会发现，因为这个都是在地的东西，那我们是外地来的，我们如何让他们留在这边，留得越久，越有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游戏一办完就发现，大家都鱼帮水，水帮鱼，就把这样的一个活动推广出去。最有名的流鼻血剑师另外的它的官方名称叫异形剑师，都在这边。这次剑师有什么不一样？你们看到剑师的墙面上已经有看到以前安平的古城墙，那个古城墙上面也是有一只剑师在那正前方。你看他鼻子特别红，为什么？因为早期这个是城墙，所以要越过这个墙人家去爬，如果没有楼梯，会从哪边先爬？先从凸出来的地方爬，所以额头会先凸出来，鼻孔会先凸出来，所以是踩着它，把它踩过去，越过去，所以踩一次就掉一次，踩一次掉一次，所以这个就是流鼻血了所以这次在我们安平很有名。那这个材料白这个就是氧化钙。就是壳，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捡它这些壳回来研究原来碳酸钙、氧化钙在这边，可以过去的先人那么聪明，用这样来做剑师。好，从这边上来之后，就这样进来了。这是一个古宅很特别的古宅你看这个墙壁上过去有看到什么？那珊瑚礁 logo 9的家只有它是写的一个字，那个字怎么念你知道吗？那个字总共27笔笔画，雨下雨的雨。剑渐渐的剑，雨剑它在福建浙江沿海它这是一个斩咬了双剑
人死了之后变鬼，鬼看到他都会怕，所以他就是最有法力的剑师。透过宋老师的解说，不仅可以了解到安平的历史，认识最代表安平的历史图腾，甚至还可以亲手做个剑师带回家。这么有意义的文创小旅行，也是现在安平最夯的玩法。就是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去认识，就是安平就是有这样特殊的民意的这种风俗，对啊，之后也针对剑师这方面有做就是蛮深入的见解跟了解这样子，对，就是有收获。那你就是透过我们宋老师的这样子带解说，然后也教你们做陶土嘛？对，那这个是一般可能你自己如果来安平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对不对？对，就不知道有这个样的资讯，然后就是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就是又能就是亲手去做出来，对啊。就是我在台南那么多年了，每可能有假日都会来安平啊，可能都只是安平老街逛一下而已啊，都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古迹，然后有那么多的剑师可以欣赏。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蛮多的，可以大家的那个房子上面都有那种剑师啊，我可以亲手做到，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近年来，除了持续推动捏陶体验，宋老师也积极尝试各种材质形式的陶艺茶具及石器，像是他收集安平最常见的壳壳，改良成环保陶土，开发低耗能的陶艺制品，也获得了经济部节能减碳绩效奖。我在做的过程里面，可以融入到这个整个安平的这个渔村的这个环境里面，帮在地找到资源。那一开始在做这些事情，我也想说，我很多东西都仰赖北部，因为我在北部待过一阵子，要陶土那边有资源，要原色有资源。后来在这边一直在想说，到底我还有可以玩什么？有一天我就在安平吃蚵仔煎的时候，吃完蚵仔煎发现他把蚵仔壳竟然全部废弃物都把它丢到回收桶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氧化钙。那我以前在读化学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材料，我就是去收集人家的废弃物回来。那废弃物收回来之后都很臭，都酸酸有柠檬片，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我就把它洗涤过，洗完之后拿去用火去煅烧，烧到800度的时候，发现这样的钙氧化钙瞬间变成粉末，我就把这些粉末加在我陶瓷里面去烧的时候，也因为在烧的时候经过一些实验，才发现烧完之后竟然让土质变白了，变更轻了。我想说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后来刚好我们这边的业者说，我们想要开发一些盆栽，开发一些花器，还有要做一些水族馆有关的繁殖瓮，希望让鱼能住在里面要能轻一点。我就刚好把这样的材料结合在里面，就拿这样去参加很多比赛因为参加比赛，慢慢就得到了一些在地的给我们的金质奖啊，或是一个金砖好店、百家好店等等，就用这样来做加分所以就是用在地的东西，越在地越国际化，就是这样。这比较特别，就是我用安平的烟灰、落灰、香灰，让拜拜修完的那些拿来过筛。那过筛之后发现，那个灰只要洗涤过、沉淀3次留下的灰，经过高温，那加上我们特殊的透明釉上去烧出来，竟然就是这种颜色。就变成在地的一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因为在这个庙宇，这庙宇是广济宫，保生大帝，他是不是想要用这样来让我留下一个结缘品一样？所以我就很珍惜说，每次烧出来的味道，这些东西是非常天然。虽然曾经想要放弃，幸好坚持了下来。经过长期的耕耘，终于看到陶艺文化在安平生根发芽。这边所有东西都没有的状况下，我们把它开辟起来，我们就要做最好让大家来到这边，知道这边已经慢慢有这样的氛围跟元素把这样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这样。宋建成老师也前往各大专院校担任业师，教授陶艺技巧，并与茶道结合，期望透过学习茶道，让学生能够静心，集中专注力于眼前的作品。那陶艺这条路非常的寂寞，你一个人在创作过程，不晓得你会做到多久。我当初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他要把女儿嫁给我之前，他也发现我每天怎么身上裤子都像做头坠一样他觉得到底有一餐没一餐但是后来
一天一年这样过的时候，慢慢做出一点成就哦。那我会跟一些现代年轻人讲说，有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哦，你不努力绝对没有收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有老师有贵人，你一定要藉由这样的一个帮助之下，让你学到一个基础哦。所以在当初创业过程里面，我没有任何资源，但是有了很多在地的资源跟理事长给我机会，所以我找到了在地的元素，把它变成我的创作，变成现在的这样的基础。所以未来有机会来做一个陶艺工作者，你一定要试着去给人家教啊，把剑把它磨砺哦，磨砺之后有朝一日你就会准备好了，你就会有完全的一个方向去做开发这样。宋建成用年轻人的创意活力玩出生活陶，结合在地的文化，让安平传统的历史文物再现，玩陶也玩出了一片天。就如宋老师常说的，在匮乏的地方播种，结出的果实也会更甘甜。在没有任何陶艺文化的安平，宋建成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打造安平成为第2个陶艺之乡。